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8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19节。以赛亚书第3章第1节到17节。以比来书第10章32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照。昨咱有讲到这个骄傲咱嘛知影骄傲互人目睭看无，因为骄傲的人就会互家己看袂到周围的环境，甚至危险，甚至会互伊的生活陷入去伫迄个混乱。好若亲像创世纪的记载，混沌不明。伫创世纪，咱看见上帝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，所以伊就爱照着迄个次序来创造光，来照伫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以赛亚先知安尼讲着：至权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，就要甲耶路撒冷甲犹大人民日常所需要的一切摕走。伊要摕走因的食物甲水，伊要来消灭因的英雄甲战士、法官甲先知、预言家甲长老、军事家甲民间的领袖、政客以及使用法术的人。上主要用无有经验的少年人来治理因。每一个人拢想要占别人的便宜。少年人要藐视年长的，卑贱的要侮辱尊贵的。到伫迄日，有人要伫伊家己的家族中间选出一个人讲：伫这个艰难的日子，你总算还阁有一领外衫通好穿，你来做阮的领袖吧。迄个人要来回答讲：我莫选我做领袖，我袂会帮助你。我无有食的，也无有穿的。无毋对，耶路撒冷就要帮盘，犹大就要帮你。因所讲的话，所做的事，无有一项无违背上主。因公然侮辱上帝，对因的面的表情会当看出因的歹念头。因甲所有索多玛的人同款，公然犯罪。因要害因要食家己所种的。这种的情形，就是看见以色列人伫因的生活中间陷入去伫自我混乱的情形，陷入去伫迄个世界的黑暗的中间。但是事实上，因是家己选择这条黑暗的道路去行。虽然安尼讲，并无代表离开上帝的道路的以色列人就永远失去迄个机会。但是因必须爱先回转来上帝，回转正是先知工作的目的，就是上帝透过先知提醒以色列人，就爱活出光明的一个真重要的机会。以赛亚先知又搁讲，行为正直的人得要有喜乐，因事事顺利，因要享受家己工作的成果。
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继续有言来警告以色列人。伊讲罪恶的人要害啊，因要因为家己所做的歹代遭受到报应。伫到我的子民，恁着爱互遮的囡仔来欺压，互妇女来管辖。我的子民啊，你的领袖无有好好的领导恁，直到恁毋知影要往倒一个方向去行。咱知为什么最歹的人会害啊？以赛亚先知安尼讲，因要因为家己所做的歹代志，遭受到报应。就好像俗语所咧讲的，暗路行济啊，总是会拄着无好的代志共款。但是上帝犹原要赏赐互以色列人机会，所以上帝又搁透过先知来甲以色列人讲，伊讲着爱记得过去的日子。上帝的光照恁了后，恁要遭受济济的痛苦，但是并无有伫即个战争的中间失败。伊讲有的时阵，恁着爱伫众人的侮辱甲虐待中间；有时阵，恁着爱甲遐个遭受遮个苦难的人徛斗阵。恁甲囚犯相款伫遐来受苦，当恁所有的财物拢去互人夺走去的时阵，恁得甘心忍受，因为恁知恁还阁有迄个搁较水、搁较好、长长存在的产业，所以恁毋通丧失勇气。这个勇气着要带互恁极大的报赏。为着实行上帝的旨意，甲领受伊的应允，恁必须要忍耐，因为圣经安尼讲，搁过一个啊，迄将来要来的无延迟。我的义人要将因为迄个信来得到性命，但是若是有人来冷心倒退，我就袂介意伊。阮并毋是替搁沉沦遐的人，阮是有信心而且会得救的人。有信心的人，就亲像活伫迄个生命得到上帝的光得照共款，就的确会当脱离迄个凶恶、痛苦，并且袂搁再活伫迄个苦难的中间，伫遐来失败。伫过去的生活，咱才有咧讲到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即个农村生活的习惯。这也是咧甲咱讲一个正常的生活，拢是伫迄个日头真普遍咧光照的下面来进行。也现代人因为开始有电火的发明，就开始有迄种夜生活。但是咱的其实虽然是叫做夜生活，但是拢是伫迄个点灯的光明的下骹的活动。咱知除了一寡守暝的，亲像军人，也是咱讲夜行性的动物以外，若无基本上人拢应该伫迄个灯真光显的情形的下面来活动。伫暗中行事的人，通常被譬如做
无正常的生活，亲像咱讲恶道，或者是讲遐见袂得光明的人。基督徒不但爱伫上帝的光照下面来过生活，搁较需要来成做这个世界的光，互人就看到咱就知咱是活伫上帝光照下面的一群人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2节，第8节到第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暗耳空听，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的面前，显出你的权能来救阮。你对埃及选一丛葡萄树，赶出列邦，甲伊栽种伫遮。你为着伊种地，伊的根定深，生炭满地，伊的影温密这个正山，伊的枝嵌满大丛的香柏树。伊的枝伸到地中海，伊的藤探到幼发拉底河。但你是安怎拆毁伊的篱笆，出在所有过路的人挽葡萄，出在树林内的山猪来吞踏，出在田野的走兽吞食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滑倒转对天压落看，照顾这丛葡萄树，保护你正手所栽种的树，甲你为着家己所照顾的幼枝。遐个用火烧引导出葡萄树的人，求你发授气，甲因消灭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恳求上帝光照阮，互阮脱离世俗的黑暗，亲像主教示阮的祈祷文讲，救阮脱离凶恶，无互阮入伫试探。不但互阮脱离迄个黑暗，也互阮成做世界的光。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